度贏大熱仍然係4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5場賽事4班1000直路，北京會所杯準備，最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實在未咧俾人夾一夾咧，褪咗喺後邊啊。咁啊前面快嘅馬呢隻武林寶典都快喎。咁啊外欄位置龍傲玲箩啦。咁啊中間藍衫走上去嘅馬咧，仲有中環精英最入庫存寶馬。咁啊入邊紅衫黃袖英雄豪邁啊。中檔紫色衫大約第4位度啦，仲有魅力星啦。藍衫紅色頭罩最好玩啦。後邊嘅馬啦，有同德威啦，藍眼罩黃衫嘅，中間心之靈入邊綠衫東方福寶啊。後啲嘅馬先有飛天王啊，實在美麗驕陽萬里，暫時殿後橙帽嗰隻咧就係古浪高升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埋邊透出咗就係呢隻庫存寶馬嚟嘅，外欄位置就係呢隻武林寶典啊，中間藍衫有中環精英追緊佢，入邊位置上嚟仲有英雄豪邁東方福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咧先見到龍傲玲箩啊，最後100零米武林寶典外邊一路壓住咗中環精英，中環精英都係追佢唔到，一出即勝武林寶典啊，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名係東方福寶啊。結果呢隻武林寶典都係出閘快添，咁啊亦都有個外欄之利啦。咁啊一出即勝，力壓落班嘅中環精英，捧走北京會所杯啊！第3名嘅馬英雄豪邁，第4名入邊追上嚟係東方福寶。武林寶典一出即勝啊，仲要捧埋北京會所杯啊！咁啊好嘢，恭喜晒馬主！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名呢咁啊東方福寶啊！等到好遲先開始騎咯，咁啊一騎落去都少少甩咗隔離嗰個中環精英啦。中環精英都跑得好好嘞，冇乜驚喜喎，都係1、2，都係1、3、4呢3隻啊！恭喜晒啦！有時呢啲馬真係做好晒啊，先攞出嚟跑。大家都習慣㗎呢件衫，尤其是啊馬主入場啊，有多少少信心。暫定名次4號、1號、3號、14號啦，55秒57啊！今日個地真係好快喎，睇重播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實在未咧俾人夾一夾咧，褪咗喺後邊啊。咁啊前面快嘅馬呢隻武林寶典都快喎。咁啊外欄位置龍傲玲箩啦。咁啊中間藍衫走上去嘅馬咧，仲有中環精英最入庫存寶馬。咁啊入邊紅衫黃袖英雄豪邁啊。中檔紫色衫大約第4位度啦，仲有魅力星啦。藍衫紅色頭罩最好玩啦。後邊嘅馬啦，有同德威啦，藍眼罩黃衫嘅，中間心之靈入邊綠衫東方福寶啊。後啲嘅馬先有飛天王啊，實在美麗驕陽萬里，暫時殿後橙帽嗰隻咧就係古浪高升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埋邊透出咗就係呢隻庫存寶馬嚟嘅，外欄位置就係呢隻武林寶典啊，中間藍衫有中環精英追緊佢，入邊位置上嚟仲有英雄豪邁東方福寶啊，後多層嘅馬咧先見到龍傲玲箩啊，最後100零米武林寶典外邊一路壓住咗中環精英，中環精英都係追佢唔到，一出即勝武林寶典啊，跑第2名中環精英，第3名英雄豪邁，第4名。恭喜晒啦！武林寶典啊，初出即勝啦！繼續一出就好啦！呢件賽衣啲馬都係做好先出，呢隻仲要出過咁多問題啊，都跑到呢個時間。都幫布文啊破下悶局啦，都成日搏啊，好似好難贏咁啊！馬房係擺咗好多心機啊，時間喺呢隻身上，因為上年嚟啲新馬嚟噶嘛 ，JG 好報。東方福寶就稍留住嚟好啲，咁啊中段有少少搶口啦。英雄豪邁就我諗住騎落去反應好啲，都係差唔多啫喎。咁啱啊！會員日亦都可以捧呢個北京會所杯喎。龍傲玲箩都仲係有啲好多生硬嘅啲動作啊，片出片入，但係佢又唔係話輸得好遠。不過呢組都真係要睇下點稱啊！好多馬都揀唔落手啊，根本。成日都話中環精英其實如果你跑好啲，前一次要再近嘅，所以要捧杯啊！北京會所杯一出即勝武林寶典，亦都夠快啊！早段都冇乜點逼就已經貼到條外欄。
咁啊，當然啦，檔位都唔差啦。起步實在美麗，又俾人夾一夾喎。不過都冇咩睇啊，翻嚟都好曳啊，一步都冇追過。要多啲時間適應啦。試嗰課大閘佢都係啊，輕輕跪咗一下咁，即係嗰個細閘拍跳。同德威森之靈叫追少少啦，咁喺啲中間位置翻一對馬，鼓浪高升係咪冇乜藉口呢？冇，都係好立啊。係啊，佢上次唔係都話要增程啦咩？咁但係今次就決定加配備先，係嚟轉路試一試啦。可能覺得呢組可以搏下喎，咁但係組段又唔夠快啊，末段都冇乜嘢睇。好啦，睇下頒獎先啦，北京會所杯。同埋始終呢，鼓浪高升啦，上次已經冇嘢睇，咁匆匆再出都冇乜變數，就係睇個配備啦。好啦，恭喜晒馬主啦！都好多 fans 啊，尖叫上嚟8樓都聽到。天王級喎，馮家柏，騎師布文。咁啊，捧走今屆嘅北京會所杯，贏得都算係輕鬆嘅一個馬位啊！贏一度以為中環精英可以逼下佢，後尾都冇啦，甩開啦俾人。巡邏影片啊睇睇啦，三檔呢就有啲受阻嘅，魅力星出閘亦都出得唔靚啦，其他馬就 O K 嘅。咁啊走咗一段路呢，見到武林寶典呢都好快已經喺前邊啦。潘頓亦都急不及待咧咬住佢跑啦。中環精英外邊殺緊埋嚟有富全寶馬啦，中間紅眼罩呢就係最好玩，貼住外欄走呢就係龍傲玲羅喎。中間嗰堆啦，有心之靈啦，就魅力星，另外英雄豪邁呢都係嗰扎馬嗰度啊。東方福寶呢就跟住佢嘅，咁啊後邊啲啊即係有啲脫咗節啦，譬如有啲驕陽萬里啊、飛天王啊、實在美麗巴尾呢，就鼓浪高升已經騎緊㗎啦。今次亦都走住即係外欄嗰邊場地啦，冇乜特別走勢。前面呢度潘頓鬥布文㗎啦，已經拍住啦。潘頓喐手先，布文呢度都仲係鬆泡泡咁嘅啫嚇。都係樣嘅啫，呢個階段。係啊，其實一逼落去，你以為一度有機會，其實都冇啦。人哋齋啊，呃下佢咁已經甩開你。